如果用一句詞語去形容 Xavier 咧，我會形容佢係聰明嘅耳朵，因為耳聰目明。其實 Xavier 唔只係一個助聽器，我哋希望係俾翻對耳仔佢哋。今次呢個得獎項目叫做 Xavier 係一個法國名嚟，個意思就代表知道或者明白咁解。我哋希望藉住 Xavier 咧，打通翻人與人之間嘅溝通，從而咧係再可以建立翻一個正常人每日嘅情操。喺世衛嚟講，我哋係將聽障人士咧係區分5個級別嘅。咁我哋今次個技術咧係好針對性，都係可以幫得到極嚴重同埋全聾嘅人士。所有技術都係我哋自己去開發，自己一路用咗對上20年嘅研發，特別喺 AI 嘅技術嗰方面，我哋係花咗好多嘅功夫。我哋嘅技術已經去到係第4代。人工智能除咗喺回音嗰方面咧，係一路唔止係減少，係直頭係滅咗佢。因應咗冇咗個回音，咁我哋可以出嗰個輸出嘅功率係可以再加大，直至到係符合到嗰個嚴重嘅聽障者所需要嘅聲量。12年前我哋得獎個技術咧，已經再進而咧係提升咗係好多。當其時咧，我哋係好成功咧，可以運用到一個特有嘅技術，叫波速成技術。我哋係將呢個技術咧係運用喺助聽器嘅。對上20年，我哋都係抱有一個理念，就係話將科技運用到俾一啲有需要嘅人。今次個得獎咧，我哋好開心，攞到有好確切性嘅成功。我希望可以延續我哋一向嘅香港精神，就係助人好事，孜孜不倦，永不放棄。